63回，诸葛亮痛哭庞统，张翼德义士严言。却说法正与那人相见，各抚掌而笑。庞统问之，正曰：此公乃广汉人，姓彭，名样，字永言，蜀中豪杰也。因直言处武刘璋，被张骞为徒弟，因此短发。童乃以兵礼待之，问样从何而来？样曰：吾特来救汝数万人性命。见刘将军方可说。法正忙报玄德，玄德亲自谒见，请问其故。样曰：将军有多少军马在前寨？玄德实告，有黄忠、魏延在彼。样曰：为将之道，岂可不知地理乎？前寨靠涪江，若决动江水，前后以兵塞之，一人无可逃也。玄德大悟。彭样曰：刚兴在西方，太白临于此地，当有不及之事，切宜慎之。玄德即拜彭样为募兵，使人密报魏延、黄忠，叫朝牧用心巡警，以防决水。黄忠、魏延商议，二人各轮1日，如遇敌军到来，互相通报。却说冷苞见当夜风雨大作，引了5000军尽循江边而进，安排决江，只听得后面喊声大起。冷苞知有准备，急急回军。后面魏延引军赶来，穿兵自相践踏。冷苞正奔走间，撞着魏延，交马不数合，被魏延活捉去了。比及吴兰、雷同来接应时，又被黄忠一军杀来。魏延劫冷苞到涪关，玄德责之曰：吾以仁义相待，放汝回去，何敢背我？今次难饶，将冷苞推出斩之，重赏魏延。玄德设宴款待彭样，忽报荆州诸葛亮军师特遣马良奉书至此。玄德召入问之，马良礼毕曰：荆州平安，不劳主公忧念。遂呈上军师书信。玄德拆书观之，略云：亮夜算太乙数，今年岁次癸亥，刚兴在西方。又观干象，太白临于洛城之分，主将帅身上多凶少吉，切宜谨慎。玄德看了书，便叫马良先回。玄德曰：吾将回荆州，去论此事。庞统暗思，孔明怕我取了西州成了功，故意将此书相阻耳。乃对玄德曰：统意算太乙数，以致刚兴在西，应主公何得西川，别不主凶事。统意战天文，见太白临于洛城，先斩蜀将冷苞，以应凶兆矣。主公不可疑心，可急进兵。玄德见庞统再三催促，难引军前进。黄忠同魏延皆入寨去。庞统问法正曰：前至洛城有多少路？法正画地作图。玄德取张松所遗图本对之，并无差错。法正言：山北有条有大路，正取洛城东门；山南有条小路，却取洛城西门。两条路俱可进兵。庞统谓玄德曰：统令魏延为先锋，取南小路而进。主公令黄忠作先锋，从山北大路而进，并到洛城取其。玄德曰：吾自幼熟于弓马，多行小路，军师可从大路取东门，吾取西门。庞统曰：大路必有军邀拦，主公引兵当之。同取小路。玄德曰：军师不可。吾夜梦一神人，手执铁棒及吾右臂，觉来犹自必痛。此行莫非不佳？庞统曰：壮士临阵，不死带伤，理之自然也。何故以梦寐之事疑心乎？玄德曰：吾所疑者，孔明之书也。军师还守涪关，如何？庞统大笑曰：主公被孔明所惑矣。彼不欲令统独成大功，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。心疑则致梦，何凶之有？统肝脑涂地，方称本心。主公再勿多言，来早准行。当日传下号令，军士五更造饭，平民上马。黄忠、魏延领军先行。玄德在与庞统约定，忽坐下马掩生前师，把庞统先将下来。玄德跳下马，自来笼住那马。玄德曰：军师何故乘此烈马？庞统曰：此马乘久不曾如此。
玄德曰：临阵衍生，误人性命。吾所骑白马，性急驯熟，军师可骑，万无一失。练马无自乘之，遂与庞统更换所骑之马。庞统谢曰：深感主公厚恩，虽万死亦不能报也。遂各上马取路而进。玄德见庞统去了，心中甚觉不快，样样而行。却说洛城中无益，刘珪听之折了冷包，遂与众商议。张任曰：城东南山僻有一条小路，最为要紧，某自引一军守之。诸公谨守洛城，误得有失。忽报汉兵分两路前来攻城，张任即引3000军先来抄小路埋伏。见魏延兵过，张任叫警放过去，休得惊动。后见庞统军来，张任军士遥指军中大将，骑白马者必是刘备。张任大喜，传令叫如此如此。却说庞统以礼前进，抬头见两山狭窄，树木丛杂，又直下未秋初，枝叶茂盛。庞统心下甚疑，勒住马问：此处是何地名？内有新将军士指道此处地名落凤坡。庞统惊曰：吾道号凤雏，此处名落凤坡，不利于吾。令后军急退。只听山坡前一声炮响，箭如飞蝗，指望骑白马者射来。可怜庞统竟死于乱箭之下，时年只36岁。后人有诗叹曰：古县相连紫翠堆，世园有宅傍山微。儿童惯视呼究曲，驴象曾闻斩计才。欲计3分平克销，长驱万里独徘徊。谁知天狗流星坠，不使将军衣锦回。先是东南有童谣云：一凤并一龙，相将到蜀中。才到半路里，凤死落坡东。风送雨，雨送风，龙汉兴时蜀道通，蜀道通时只有龙。当日张任射死庞统，汉军拥塞，进退不得，死者大半。前军飞报魏延，魏延忙勒兵欲回，奈山路狭窄，厮杀不得。又被张任截断归路，在高阜处用强弓硬弩射来，魏延心慌。有新将蜀兵曰：不如杀奔洛城下，取大路而进。言从其言，当先开路，杀奔洛城来。尘埃齐楚，前面一军杀至，乃洛城守将吴兰、雷同也。后面张任引兵追来，前后夹攻，把魏延围在该心。魏延死战不能得脱。但见吴兰、雷同后军自乱，二将即回马去救。魏延乘势赶去，当先一将舞拍马大叫：文长、吴特来救汝！视之，乃老将黄忠也。两下夹攻，杀败吴雷二将，直冲至洛城之下。刘珪引兵杀出，却得玄德在后当助接应。黄忠、魏延翻身便回。玄德军马比急奔到寨中，张任军马又从小路里截出。刘珪、吴兰、雷同当先赶来。玄德守不住二寨，且战且走，奔回涪关。蜀兵得胜，以礼追赶。玄德人困马乏，那里有心厮杀，且只顾奔走。将近涪关，张任一军追赶至井。幸得左边刘封，右边关平二将引3万生力兵截出，杀退张任。还赶20里，夺回战马极多。玄德一行军马再入涪关，问庞统消息。有落凤坡逃得性命的军士报说，军师连人带马被乱箭射死于坡前。玄德闻言，望息痛哭不已，摇为招魂社稷。诸将皆哭。黄忠曰：今翻折了庞统军师，张任必然来攻打涪关，如之奈何？吾若差人往荆州，请诸葛军师来商议收川之计。正说之间，人报张任引军直临城下默战。黄忠、魏延皆悉要出战。玄德曰：锐气心挫，宜坚守以待军师来到。黄忠、魏延领命，直紧守城池。玄德写一封书，叫关平吩咐：你与我往州请军师去。关平领了书，星夜往荆州来。玄德自守涪关，并不出战。
却说孔明在荆州时，当七夕佳节，大会众官夜宴，共说收川之事。只见正西上一星，其大如豆，从天坠下，流光四散。孔明失惊，执杯于地，掩面哭曰：“哀哉！痛哉！”众官慌问其故。孔明曰：“吾前者算今年刚兴在西方，不利于军师。天狗犯于吴军，太白临于洛城，以败书主公，教谨防之。谁想今系西方星坠，庞士元命必休矣。”言罢，大哭曰：“今吾主丧一必矣。”众官皆惊，未信其言。孔明曰：“数日之内必有消息。”是系酒不尽，欢而散。数日之后，孔明与云长等正坐间，人报关平道。众官皆惊。关平入呈上玄的书信。孔明视之，内言：本年7月初7日，庞军师被张任在落凤坡前箭射身故。孔明大哭，众官无不垂泪。孔明曰：“既主公在扶关，进退两难之际，谅不得不去。”云长曰：“军师去，谁人保守荆州？荆州乃重地，干系非轻。”孔明曰：“主公书中虽不明写其人，吾已知其意了。”乃将玄的书与众官看曰：“主公书中把荆州托在吾身上，教我自量才委用。虽然如此，今教官凭机书前来，其意欲云长公当此重任。云长想桃园结义之情，可竭力保守此地，责任非轻，公以免之。”云长更不推辞，坦然领诺。孔明设宴交割应寿，云长双手来接。孔明擒着应曰：“这干系都在将军身上。”云长曰：“大丈夫既领重任，处死方休。”孔明见云长说个死字，心中不悦，欲待不语，其言已出。孔明曰：“倘曹操引兵来到，当如之何？”云长曰：“以力拒之。”孔明又曰：“倘曹操、孙权其起兵来，如之奈何？”云长曰：“分兵拒之。”孔明曰：“若如此，荆州为矣。吾有8个字，将军牢记，可保守荆州。”云长问那8个字。孔明曰：“北拒曹操，东和孙权。”云长曰：“军师之言，当明肺腑。”孔明遂与了应寿，令文官马良、一级、向朗、糜竺、武将糜芳、廖化、关平、周仓一班而辅佐云长，同守荆州。一面亲自统兵入川，先拨精兵1万，叫张飞部领，取大路杀奔巴州、洛城之西，先到者为头功。又拨一支兵，叫赵云为先锋，溯江而上，会于洛城。孔明随后引简雍、蒋琬等起行。蒋琬字公衍，零陵乡乡人也，乃今乡名士，现为书记。当日孔明引兵15000，与张飞同日起行。张飞临行时，孔明嘱咐曰：“西川豪杰甚多，不可轻敌。于路借约3军，勿得掳掠百姓，以失民心。所到之处，并宜存续，勿得自逞鞭挞士卒。望将军早会洛城，不可有误。”张飞欣然领诺，上马而去，以礼前行。所到之处，但将者秋毫无犯。进取汉川路，前至巴郡，细作回报。巴郡太守严颜，乃蜀中名将，年纪虽高，精力未衰，善开硬弓，使大刀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据筑城郭，不数将旗。张飞叫离城10里下寨，插人入城去，说于老匹夫早早来将，饶你满城百姓性命。若不归顺，即踏平城郭，老幼不留。却说严颜在巴郡，闻刘璋插法正请玄的入川，抚心而叹曰：“此所谓独坐穷山，引虎自卫者也。”后闻玄的据筑扶关，大怒，屡欲提兵往战，又恐这条路上有兵来。当日闻知张飞兵到，便点起本部5、6千人马，准备迎敌。或献计曰：“张飞在当阳长坂，一声喝退曹兵100万之众。曹操一闻风而避之，不可轻敌。今只宜深沟高垒，坚守不出。彼军无粮，不过1月自然退去。
更兼张飞性如烈火，专要鞭挞士卒，如不与战，必怒，怒则必以暴力之气待其军士。军心一变，乘势击之，张飞可擒也。严颜从其言，叫军士尽数上城守护。忽见一个军士大叫开门，严颜叫放入问之。那军士告说是张将军差来的，把张飞言语一直便说。严颜大怒，骂曰：匹夫怎敢无礼！无言将军岂降贼者乎？借你口说与张飞。唤武士把军士割下耳鼻，却放回寨。军人回见张飞，哭告严颜如此毁骂。张飞大怒，咬牙睁目，披挂上马，引数百骑来巴郡城下默战。城上众军百般痛骂。张飞性急，几番杀到吊桥，要过护城河，又被乱箭射回。到晚全无一个人出，张飞忍一肚气还债。次日早晨，又引军去默战，骂严颜在城敌楼上一箭射中张飞头盔。飞指而恨曰：吾拿住你这老匹夫，必亲自食你肉。到晚又空回。第三日，张飞引了军沿城去骂。原来那座城子是个山城，周围都是乱山。张飞自乘马登山，下至城中，见军士尽皆披挂，分列队伍，伏在城中，只是不出。又见民夫来来往往，搬砖运石，相助守城。张飞叫马军下马，步军皆坐，引他出敌，并无动静。又骂了一日，依旧空回。张飞在寨中自私终日叫骂，彼止不出，如之奈何？猛然思得一计，叫众军不要前去默战，都结束停当在寨中等候厮杀。却只叫30-50个军士直去城下叫骂，引严军出来，便与厮杀。张飞摩拳擦掌，只等敌军来。小军连骂了3日，全然不出。张飞眉头一皱，又生一计，传令叫军士四散砍打柴草，寻觅路径，不来默战。严在城中连日不见张飞动静，心中疑惑。这时数个小军士扮作张飞砍柴的军士，前地出城，杂在军内，入山中探听。当日诸军回寨，张飞坐在寨中，顿足大骂：严老匹夫枉气杀我！只见帐前3-4个人说道：将军不须心焦，这几日打探的有一条小路，可以偷过巴郡。张飞故意大叫曰：既有这个去处，何不早来说？众应曰：这几日却才少探得出。张飞曰：事不宜迟，只今夜2更造饭，趁3更月明，拔寨都起，人衔枚，马去林，悄悄而行。我自前面开路，汝等依次而行。传了令，便满寨告报。汉系小军听得这个消息，竟回城中来报与严。严大喜曰：我算定这匹夫忍耐不得，你偷小路过去，须是粮草辎重在后，我截住后路，你如何得过？好无谋匹夫中我之计。及时传令，叫军士准备赴敌，今夜2更也造饭，3更出城，伏于树木丛杂去处。只等张飞过咽喉小路去了车仗来时，只听鼓响，一齐杀出。传了号令，看近夜，严全军尽皆饱食，披挂停当，悄悄出城，四散伏住，只听鼓响。严自引10数皮将下马伏于林中。约3更后，遥望见张飞亲自在前，横矛纵马，悄悄引军前进。去不得3-4里，背后车仗人马陆续进发。严看得分晓，一齐擂鼓，四下伏兵尽起。正来抢夺车仗，背后一声锣响，一彪军掩道，大喝：老贼休走！我等的你恰好。严猛回头看时，为首一员大将，抱头环眼，燕汉虎须，使丈8矛，骑身乌马，乃是张飞。四下里锣声大震，众军杀来。严见了张飞，举手无措，交马战不一和张飞卖个破绽。严一刀砍来，张飞闪过，撞将入去，扯住严勒甲缝，生擒过来，直于地下。众军向前，用锁绑扶住了。
原来先过去的是假张飞，料到严颜击鼓为号，张飞却叫鸣金为号。今想诸军齐到，川兵大半弃甲倒戈而降。张飞杀到巴郡城下，后军已自入城。张飞叫休杀百姓，出榜安民。群刀手把严颜推至，张飞坐于厅上，严颜不肯跪下。飞怒目咬牙大斥曰：大将到此，为何不降而敢拒敌？严颜全无惧色，回斥飞曰：汝等无义侵我州郡，但有断头将军，无将将军。飞大怒，喝左右斩来。严颜喝曰：贼匹夫，要砍便砍，何怒也？张飞见严颜声音雄壮，面不改色，乃回嗔作喜，下阶喝退左右，轻解其服，取一之，伏在正中高坐，低头便拜曰：使来言语冒渎，幸勿见责。吾素知老将军乃豪杰之士也。严颜感其恩义，乃降。后人有诗赞严颜曰：白发居西蜀，清明镇大邦。忠心如皎日，浩气卷长江。民可断头死，安能屈西将？八周年老将，天下更无双。又有赞张飞诗曰：生获严颜勇绝伦，唯凭义气服君民。至今妙貌留巴蜀，设酒鸡豚日日春。张飞请问入川之计，严颜曰：败军之将，何蒙厚恩，无以为报，愿施犬马之劳。不须张公之见，进取成都。正是只因一将倾心后，致使连城唾守将。未知其之奇计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64回，孔明定计捉张任，杨阜借兵破马超。却说张飞问计于严颜，颜曰：从此至洛城，凡守御关隘，都是老夫所管。官军皆出于掌握之中。今感将军之恩，无可以报，老夫当为前部，所到之处，尽唤出败将。张飞称谢不已。于是严颜为前部，张飞领军随后。凡到之处，尽是严颜所管，都唤出投降。有迟疑未决者，言曰：我尚且投降，何况汝乎？自是望风归顺，并不曾厮杀一场。却说孔明已将启程日期申报玄德，都教会聚洛城。玄德与众官商议，经孔明，亦得分两路取川，会于洛城，同入成都。水陆舟车已于7月20日启程，此时将即待到。今我等便可进兵。黄忠曰：张任每日来诺战，见城中不出，彼军懈怠，不做准备，今日夜间分兵劫寨，胜如白昼厮杀。玄德从之，叫黄忠引兵取左，魏延引兵取右。玄德取中路，当夜2更，3路军马齐发。张任果然不做准备，汉军涌入大寨，放起火来，烈焰腾空。蜀兵奔走，连夜赶报洛城，城中兵皆应入去。玄德还中路下寨。次日，引兵直到洛城，围住攻打。张任按兵不出。攻到第4日，玄德自提一军攻打西门，令黄忠、魏延在东门攻打，留南门、北门放军兵行走。原来南门一带都是山路，北门有浮水，因此不为。张任望见玄德在西门，骑马往来，指挥打城，从陈至魏，人马渐渐力乏。张任叫吴兰、雷同二将引兵出北门，转东门，敌黄忠、魏延。自己却引军出南门，转西门，单迎玄德。城内尽拨民兵上城，擂鼓助喊。却说玄德见红日平西，叫后军先退。军士回身，城上一片声喊起，南门内军马突出。张任进来军中捉玄德，玄德军中大乱。黄忠、魏延又被吴兰、雷同敌住，两下不能相顾。玄德敌不住张任，拨马往山僻小路而走。张任从背后追来，看看赶上。玄德独自一人一马，张任引数骑赶来。玄德正往前警力加鞭而行，忽山路一军冲出。玄德马上叫苦曰：前有伏兵，后有追兵，天亡我也！只见来军当头一员大将，乃是张飞。
原来张飞与严颜正从那条路上来，望见尘埃起，知与川兵交战。张飞当先而来，正撞着张任，便就交马。战到10余合，背后严颜引兵大进，张任火速回身，张飞只赶到城下，张任退入城，拽起吊桥。张飞回见玄德曰：军师速将而来，尚且未到，反被我夺了头功。玄德曰：山路险阻，如何无军阻当？长驱大进，先到于此。张飞曰：余路关隘45处，皆出老将严颜之功，因此一路并不曾费分毫之力，遂把议事严颜之事从头说了一遍，引严颜见玄德。玄德谢曰：若非老将军，吾弟安能到此？即脱身上黄金锁子甲以赐之。严颜拜谢，正待安排宴饮，忽闻哨马回报，黄忠、魏延和川江吴兰、雷同交锋，城中无益。刘珪又引兵助战，两下夹攻，我军抵敌不住，魏、黄二将败阵投东去了。张飞听得，便请玄德分兵两路杀去救援。于是张飞在左，玄德在右，杀奔前来。无益，刘珪见后面喊声起，慌退入城中。吴兰、雷同只顾引兵追赶黄忠、魏延，却被玄德、张飞截住归路。黄忠、魏延又回马转攻，吴兰、雷同料敌不住，只得将本部军马前来投降。玄德准其将收兵进城下寨。却说张任失了二将，心中疑虑。无益，刘珪曰：兵势甚为，不决一死战，如何的兵退？一面差人去成都见主公告急，一面用计敌之。张任曰：吾来日领一军搦战，诈败，引转城北，城内再以一军冲出，截断其中，可获胜也。无益曰：刘将军相辅公子守城，我引兵冲出助战。约会已定。次日，张任引数千人马，摇旗呐喊，出城搦战。张飞上马出营，更不打话，与张任交锋。战不10余合，张任诈败，绕城而走。张飞尽力追之，无益一军截住，张任引军复回，把张飞围在该心，进退不得。正没奈何，只见一队军从江边杀出。当先一员大将挺枪跃马，与无益交锋，只一合，生擒无益，战退敌军，救出张飞。视之，乃赵云也。飞问军师何在？云曰：军师已至，想此时已与主公相见也。二人擒无益回寨，张任自退入东门去了。张飞、赵云回寨中见孔明、简雍、蒋琬已在帐中。飞下马来参军师，孔明惊问曰：如何的先到？玄德具述议事严颜之事。孔明喝曰：张将军能用谋，皆主公之宏富也。赵云解无益见玄德，玄德曰：汝将否？无益曰：我既被捉，如何不将？玄德大喜，亲解其服。孔明问：城中有几人守城？无益曰：有刘季玉之子刘询、辅将刘珪、张任。刘珪不打紧，张任乃蜀郡人，极有胆略，不可轻敌。孔明曰：先捉张任，然后取洛城。问城东这座桥名为何桥？无益曰：金雁桥。孔明遂乘马至桥边，绕河看了一遍，回到寨中，唤黄忠、魏延听令曰：离金雁桥南5、6里，两岸都是芦苇蒹葭，可以埋伏。魏延引1000枪手伏于左，单戳马上将；黄忠引1000刀手伏于右，单砍坐下马。杀败彼军，张任必投山东小路而去。张翼德引1000军伏在哪里，就彼处擒之。又唤赵云伏于金雁桥北，待我引张任过桥，你便将桥拆断，却勒兵于桥北，摇围之势，使张任不敢往北而走，退头南去，却好中计。要遣已定，孔明自去诱敌。却说刘璋插卓英、张翼二将前至洛城助战。张任叫张翼与刘珪守城，
自与卓因为前后二队，认为前队因为后队出城退敌。孔明引一队不整步骑军过金雁桥来，与张任对阵。孔明乘4轮车观金羽扇而出，两边100余骑簇拥，遥指张任曰：“曹操以100万之众，闻吾之名，望风而逃。令汝何人，敢不投降？”张任看见孔明军武不齐，在马上冷笑曰：“人说诸葛用兵如神，原来有名无实。”把枪一招，大小军校齐杀过来。孔明弃了4轮车，上马退走过桥。张任从背后赶来，过了金雁桥，见玄德军在左，严军在右冲杀将来。张任知是机，急回军时，桥已拆断了。欲投北去，只见赵云一军隔岸排开，遂不敢投北，竟往南绕河而走。走不到5、6里，早到芦苇丛杂处。魏延一军从芦中呼起，都用长枪乱戳。黄忠一军伏在芦苇里，用长刀指剁马蹄。马军进倒，皆被直伏。步军哪里赶来？张任引数10骑望山路而走，正撞着张飞。张任方欲退走，张飞大喝一声，众军齐上，将张任活捉了。原来卓英见张任中计，已投赵云前将了，一发都到了大寨。玄德赏了卓英，张飞解张任至。孔明亦坐于帐中。玄德谓张任曰：“蜀中诸将望风而降，汝何不早投降？”张任真怒怒叫曰：“忠臣岂肯是二主乎？”玄德曰：“汝不是天时耳，降即免死。”任曰：“令日便降，酒后也不降，可速杀我。”玄德不忍杀之。张任厉声高骂。孔明命斩之以全其名。后人有诗赞曰：“烈士岂甘从二主，张军忠勇死犹生。高明正似天边月，夜夜流光照洛城。”玄德感叹不已，令收其尸首，葬于金雁桥侧，以表其忠。次日，令严、吴懿等一班蜀中将将为前部，直至洛城，大叫早开门受降，免一城生灵受苦。刘珪在城中大骂，严方待取箭射之，忽见城上一将拔剑砍翻刘珪，开门投降。玄德军马入洛城，刘询开西门走脱，投成都去了。玄德出榜安民，杀刘珪者，乃武阳人张翼也。玄德得了洛城，重赏诸将。孔明曰：“洛城已破，成都只在目前，唯恐外州郡不宁。可令张翼、吴懿引赵云抚外水，定江阳、前围等处所属州郡，令严、卓英引张飞抚巴西、德阳所属州郡。就委官按置平静，即勒兵回成都取齐。”张飞、赵云领命，各自引兵去了。孔明问：“前去有何处关隘？”蜀中将将曰：“指绵竹有重兵守御，若得绵竹，成都唾手可得。”孔明便商议进兵。法正曰：“洛城既破，蜀中为矣。主公欲以人义服众，且勿进兵。”某作一书上刘璋，臣说利害，张自然降矣。孔明曰：“孝直之言最善。”便令写书遣人进往成都。却说刘询逃回见父，说洛城已陷，刘璋慌聚众官商议。从事正度献策曰：“今刘备虽攻城夺地，然兵不甚多，士众未富，野谷士资均无辎重，不如进驱巴西、梓潼明过涪水以西，其仓廪野谷尽皆烧除，深沟高垒尽以待之。彼至请战勿许，久无所资，不过100日，彼兵自走。我乘虚击之，备可擒也。”刘璋曰：“不然，吾闻拒敌以安民，未闻动民以备敌也。此言非保全之计。”正义间，人报法正有书至。刘璋唤入，呈上书，张差开示之。其略曰：“前蒙遣差结好荆州，不义主公左右不得其人，以致如此。今荆州眷念旧情，不忘足疑。主公若能幡然归顺，量不薄待，望三思才是。”刘璋大怒，扯毁其书，大骂法正卖主求荣，忘恩背义之贼。
逐其使者出城，即时遣七弟费观提兵前去把守绵竹。费观保举南阳人姓李，名言，字正方，一同领兵。当下费观、李严点3万军来守绵竹。益州太守董和，字幼宰，南郡之江人也，上书于刘璋，请往汉中借兵。张曰：张鲁与吾世仇，安肯相救？和曰：虽然与我有仇，刘备军在洛城，势在危急，唇亡则齿寒，若以利害说之，必然肯从。张乃修书遣使前赴汉中。却说马超自兵败入羌2载有余，结好羌兵，攻取陇西州郡。所到之处，尽皆归降。唯继承攻打不下。刺史韦康、雷遣人求于夏侯渊，渊不得曹操言语，未敢动兵。韦康见救兵不来，与众商议，不如投降马超。参军杨复哭谏曰：超等叛军之徒，岂可降之？康曰：事至此，不降何待？复苦谏不从。韦康大开城门，投降马超。超大怒曰：汝今事急请降，非真心也。将韦康等40余人尽斩之，不留一人。有人言杨复劝韦康休降，可斩之。超曰：此人守义，不可斩也。复用杨复为参军。复见梁宽、赵渠2人，超竟用为军官。杨复告马超曰：父妻死于临洮，乞告2个月假，归葬其妻，便回。马超从之。杨复过历城，来见辅夷将军姜绪。绪与父是姑表兄弟，绪之母是父之姑，时年已82。当日杨复入姜绪内宅，拜见其姑，哭告曰：父守城不能保，主王不能死，愧无面见姑。马超叛军，妄杀郡守，益州市民，无不恨之。今吾兄作据历城，竟无讨贼之心，此岂人臣之礼乎？言罢，泪流出血。绪母闻言，唤姜绪入，责之曰：为使君遇害，一尔之罪也。又谓父曰：汝既降人，且识其路，何故又心讨之？父曰：吾从贼者，欲留残生，与主报冤也。绪曰：马超英勇，急难图之。父曰：有勇无谋，亦徒也。吾以按约下梁宽、赵渠。兄若肯兴兵，2人必为内应。绪母曰：汝不早图，更待何时？谁不有死？死于忠义，死得其所也。勿以我为念。汝若不听一山之言，吾当先死，以绝汝念。绪乃与统兵校尉尹奉、赵昂商议。原来赵昂之子赵越现随马超为皮将。赵昂当日应允，归见其妻王氏曰：吾今日与姜绪、杨复、尹奉一处商议，欲报韦康之仇。想吾子赵越现随马超，今若兴兵，超必先杀吾子，奈何？其妻厉声曰：雪君之父大耻，虽丧身亦不惜，何况一子乎？君若顾子而不行，吾当先死矣。赵昂乃决。次日一同起兵。姜绪、杨复屯历城，尹奉、赵昂屯岐山。王氏乃进将守士淄博，亲自往岐山军中，赏烙军士，以励其众。马超闻姜绪、杨复会合尹奉、赵昂兴兵举事，大怒，即将赵越斩之。令庞德、马岱尽起军马，杀奔历城来。姜绪、杨复引兵出，两阵援楚。杨复、姜绪一白袍而出，大骂曰：叛军无义之贼！马超大怒，冲将过来，两军混战。姜绪、杨复如何抵得马超，大败而走。马超驱兵赶来，背后喊声齐楚，尹奉、赵昂杀来。超急回时，两下夹攻，首尾不能相顾。正斗间，挟刺李大队军马杀来。原来是夏侯渊得了曹操军令，正领军来破马超。超如何当得了3路军马，大败奔回，走了一夜。以及平民到得蓟城教门时，城上乱箭射下。梁宽、赵渠立在城上，大骂马超，将马超妻杨氏从城上一刀砍了，撇下尸首来。
又将马超幼子3人，并至亲10余口，都从城上一刀一个剁将下来。超气耶塞兄几乎坠下马来，背后夏侯渊引兵追赶。超见势大，不敢恋战，与庞德、马岱杀开一条路走。前面又撞见姜旭、杨阜，杀了一阵。冲得过去，又撞着尹奉、赵昂，杀了一阵。零零落落，剩得5、60骑，连夜奔走。4更前后，走到历城下，守门者只道姜旭兵回，大开城门接入。超从城南门边杀起，尽洗城中百姓。至姜旭宅，拿出老母，母全无惧色，指马超而大骂。超大怒，自取剑杀之。尹奉、赵昂全家老幼亦尽被马超所杀。昂妻王氏因在军中得免于难。次日，夏侯渊大军至，马超弃城杀出，望西而逃。行不得20里，前面一军摆开，为首的是杨阜。超切齿而恨，拍马挺枪刺之。父兄弟7人一齐来助战。马岱、庞德敌住后军，父等7人皆被马超杀死。父身中5枪，犹然死战。后面夏侯渊大军赶来，马超遂走，只有庞德、马岱6、7骑后随而去。夏侯渊自行安抚西诸州人民，令姜旭等各个分守，用车载杨阜赴许都见曹操。操封父为关内侯。父辞曰：父无汉南之功，又无死南之节，于法当诛，何言受职？操驾之，足与之决。却说马超与庞德、马岱商议，竟往汉中投张鲁。张鲁大喜，以为得马超，则西可吞益州，东可以拒曹操，乃商议欲以女招超为婿。大将杨伯见曰：马超妻子遭惨祸，皆超之一害也。主公岂可以女与之？鲁从其言，遂罢招婿之意。或以杨伯之言告知马超。超大怒，有杀杨伯之意。杨伯知之，与兄杨松商议，意图马超。杨伯知之，与兄杨松商议，意图马超之心。正值刘璋遣使求救于张鲁，鲁不从。忽报刘璋又遣黄权到，权先来见杨松，说东西两川实为唇齿，西川若破，东川亦难保矣。今若肯相救，当以20州相酬。松大喜，即引黄权来见张鲁，说唇齿利害，更以20州相谢。鲁喜其利，从之。巴西严普谏曰：刘璋与主公世仇，今事急求救，诈许割地，不可从也乎？阶下一人进曰：某虽不才，愿起一旅之师，生擒刘备。勿要割地以还。正是方看真主来西蜀，又见金兵出汉中。未知其人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65回，马超大战加盟关，刘备自领益州牧。